土瓜灣半日遊，懷舊景點，掃街美食，大家一齊出發啦！第一站去食午餐，車站 B 出口向馬頭圍村方向行5分鐘，轉入北帝街就見到坐鎮。佢由5星級酒店大廚主理，招牌菜有黃金湯麵、海南雞飯。精心熬製嘅雞湯，配上魚肚、滑雞同雲吞，好食到停唔到口。A 出口經炮仗街行去馬頭角道，就見到著名嘅地標土瓜灣13街。呢度有60、70年代香港特色，吸引好多遊客嚟影相。呢區由密麻麻嘅唐樓組成，周圍有舊式商店同埋車房。另一特色係有11條街用水手命名，大家可以嚟發掘下有咩特別街名啊！附近仲有另一個景點牛棚藝術村。牛棚藝術村係2級歷史建築物，佢1908年建成嘅牲畜檢疫站，係一個牛隻屠宰中心。紅磚建成嘅單層平房，好有20世紀西方市集特色。而家活化成藝術村，有好多本地嘅藝術家喺度進行創作，佢哋仲會不定期舉行藝術活動同埋展覽。咁有特色嘅地方係土瓜灣獨有。馬頭圍道兩旁有2間必食小店，魚蛋佬係米芝蓮食店，馳名辣魚蛋，仲有好多街頭小食選擇。滋味辣汁配彈牙魚蛋係土瓜灣名物。對面街有日星小食，永遠人頭湧湧，有嫩滑腸粉同埋即叫即製嘅韭菜餅咖喱角。有時間仲可以去埋紅蘋果打卡。